Hi，我係 Sumina，今日係 Day 2 of completing tasks on my bucket list。香港國際機場平均每日客運量約16.7萬人次，但係當中又有邊個係真係熟悉呢個地方呢？答案係我，因為今日我將會喺香港國際機場度過一日。Let's go！我11點去到機場，即刻發現咗一樣嘢，機場入邊每一個人都係拖住一兩個篋出嚟行。一個扯孭袋走天下，跟住我又發現咗另一樣嘢，唔知佢哋等緊邊個呢？OK，原來係一個韓星，但我完全睇唔出佢係邊個。你認到嘅話，歡迎留言話我知。之後機場開始多人，我唔敢拍嘢，所以我決定去七仔買包朱古力奶飲。依家12點，我攞住包朱古力奶喺機場行，好似 What the heck，隻貓仲喺度。Anyways，我行埋機場嘅呢個部分，跟住發現自己用咗1個半鐘嘅時間已經行完成個機場一次。我開始懷疑自己係咪真係可以喺度捱到天黑呢？之後我見到佢，諗起 Arthur Wright 曾經講過 The airplane stays up because it doesn't have the time to fall。於是我決定重整戲鼓，下一步去麥當勞食開心樂園餐。依家1點，我食完麥當勞，決定更徹底地行多次樓下每一間店鋪。我見到盞好型嘅燈，好型嘅瀑布，好型嘅我，唔係好型嘅簽名，又睇咗陣電視，睇人玩貓，仲睇咗陣書添。3點，我去咗睇航班資料。4點，我去咗睇飛機起飛。5點，距離日落只有2個鐘，我突然發現我有樣嘢喺機場未做。所以我去咗玩車，不過淨係玩咗1分鐘就推返俾職員。終於到6點，距離日落仲有1個鐘，我又去咗探嗰隻貓，仲瞓緊覺。之後嗰半個鐘，我望住個 view 就終於日落啦。到咗夜晚，機場越嚟越多人，而我就返屋企啦。